有见各区天狗的疫情持续升温，市府展开紧急户内外化学防治。市府卫生局每天嘛有动员200多人人次，全力投入化学防治的工作。但防疫不只是政府单位责任，全民嘛必须要动起来，做伙清除滋生源，才会当有效控制疫情。为提升市民防治智能，将正确防治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市府成立台南市政府天狗的缉毒大队，针对工地、学校、市场等场域，严格执行资讯稽查工作。随着登革热疫情的升温，我们台南市政府动员了所有局处的同仁那全部来投入这个登革热的防治当然包含了这个户外环境的这个稽查，还有户外环境的循道知青，还有我们这个室内也要做循道知青，到底有没有做的彻底，有没有做的落实？所以呢，我们就在市政府跟长官的指示之下，我们组成了这个稽查大队，那由卫生局跟各局处的同仁呢，大家组成60个小组，我们会分头到全市的各个角落去看看户外的、室内的这个阳性容器有没有病媒蚊的问题，有没有落实，这样子才能够一劳永逸的来这一次打赢登革热的战争。化学防治虽然会当快速降低病媒蚊的密度，但滋生源若是无彻底清除，后续病媒蚊也是会持续滋生。因此，防治天狗热无其他步数，就是要落实知青再知青。黄伟体也拜托市民朋友爱把握好天的日子，加速清除甲户内外积水容器，因为只有透过每一个人积极参与甲努力，才会当有效控制天狗热疫情的蔓延。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